哇，好正啊！哇，呢個係滿精華，滿滿精華，大概10至20下出佢啦。咁咧，我而家冇晒精華啦，加入去啊！同埋發覺佢係冇滴出嚟，血到不得了。呢30分鐘咧係幫你 intensive 嘅護理，一個禮拜1至到2次，已經等於打咗4支嘅水光同埋麗珠蘭針針。呢個就係冷凍乾燥技術嘅神水之處啊！有幾多倒晒落去幾多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Echo。Hello， 我係史蒂芬啊。呢一個 mask 係好特別嘅。哇！我諗史上暫時咧未有一款 mask 咧講緊佢個成分好講究，連個材質。嗱呢款咧就係 VT 咧全新推出嘅麗珠蘭級別嘅 PDRN 嘅純面膜啦。嗱，但係 Echo 咧，我哋好多人認識 PDRN 咧就係用三文魚嘅精子 DNA 提取啦。VT 係第一個品牌咧用韓國嘅人參提取純素嘅 PDRN， 減少個致敏度，仲要極低，連你有打完針有針窿都可以用㗎，係啊，口都可以用。呢款面膜咧點解咁神奇咧？度有支超大嘅35ml嘅 PDRN 嘅原液啊，成支啊！嗱，佢嘅用法咧好特別嘅。嗱，呢一度咧係一個獨立嘅冷凍乾燥效果嘅原裝面膜。嗱，呢塊面膜咧係乾㗎，佢開出嚟咁樣㗎，鞋雜巢掹掹㗎。原來佢100% 係嚟自韓國深海嘅蟹殼素同埋蝦青素組成嘅，比維他命 C 高出幾十倍嘅抗氧美白功效。連塊面膜紙已經係做嫩白㗎啦。我哋首先將塊面膜擺翻入去先，打開呢個35ml 嘅 PDRN 原液，成支車子地倒落去。哇，好正啊！哇，呢個係滿精華，滿精華，幫你做個皮膚打咗蠟嘅水光效果。哇！然後咧冚實咗佢，佢有個好似平時保密袋，然後咧我哋 shake 佢，大概10至20下 shake 佢啦。咁咧等佢嗰個入邊嘅 PDRN 原液咧，同個蝦青素同埋蟹殼素溶埋一齊，大概等10秒到啦。陣間佢出嚟個質地就變咗好似蝦肉咁嫩嘅面膜㗎啦。剩翻嗰啲精華佢仲有好多喎。係啊，你可以我嚟搽到入面啊，搽埋身都得。陣間咧敷完30分鐘，佢不單止可以幫助你做嫩白、通透同埋去色斑、減孕，仲可以幫你重組肌膚細胞，令到你個皮膚好似陶瓷玻璃機嘅反光即時嘅效果。哇！拎出嚟好滑啊！我而家冇晒精華啦，加入去啊！你睇下呢個面膜仲要唔會溶，唔會變細，佢係純正嘅蝦青素、蟹殼素，一次過係導入晒落你個皮膚，30秒咧塊面膜就會越嚟越掹緊噶啦。咁同埋發覺佢係冇滴出嚟。係啊，因為佢咧係用韓國冷凍乾燥技術吸晒所有乾燥嘅水分，貼到不得了。呢30分鐘咧係幫你 intensive 嘅護理，一個禮拜1至到2次，已經等於打咗4支嘅水光同埋麗珠蘭針針。呢塊面膜敷完之後咧，成個白咗起碼1度啊！吸晒落去。哇！你頭先見唔見成支倒晒落去㗎？呢個就係冷凍乾燥技術嘅神水之處啊！有幾多倒晒落去幾多？哇！好白啊！即時白比維他命 C 高出幾十倍嘅美白。而家打造2025年韓國已經唔係水光肌，唔係陶瓷肌，係玻璃肌，因為佢超級 intensive， 連打完針有針窿，打完 Pico 有紅，或者你有傷口準備麻藥，全部用得，冇酒精、冇香料、冇防腐劑，孕婦安心使用，效果超級好。